喂，老婆，點啊？你放低佢先啦。嗱，呢個就我哋嘅旅遊車啦。第3日下晝嘅景點就係平和公園啦。平和公園其實係和平公園咁解啊。咁呢度呢，導遊就介紹2樣嘢飲，一個叫粟米湯，一個叫力水。嗰個可樂罐呢，你撳每一個款都唔同嘅，有8個款。係啦，咁你可以係咁撳，睇下儲唔儲到一套咁樣咯。嗱，如果儲唔到，可能8個都同一樣㗎嚇。有陣時我團友啊，爹哋同埋個仔撳咗40罐啊。撳唔撳到一 set 咯？撳到1 set， 因為佢仲有幾個系列㗎，8個1 set， 仲有幾 set 幾個系列㗎。咁呢個一陣間翻嚟先至再慢慢撳啦。我哋去洗手間嗰個咧嚇。好，行下斜路做運動先。喂，老婆，你除低件褸俾阿 B 試下行斜路啦。如果唔係，你隻腳都今晚幾係嘢喎。同埋點解唔攞 BB 車嘅？阿 B 出去行斜路啊！而家嗌頭先，阿 B 典型嘅表情就係合埋啲眼耳口鼻。行啦！你睇下，人哋已經行到上去。哎呀，你睇人哋走晒啦，嗰個。轉啦，有啲涼，有啲風都。好啦，稱呢個上去啦要。